可不敢乱说呀，那可是官家的人啊！哎呀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别在这儿走啊！这我心想不行。紫衣蟒袍，他好像也在等着。哎，何必管他人之事？难不成我真的看走眼了，被那几人诓骗了不成？六皇子一言九鼎，绝不会骗人。难道遇上了麻烦？这几人武功高强，这小小余城，应该不会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呀。还是再等等。公子，那几位高手让我通知您，快起航，他们已经在船内了。竟有这等事！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快，带我去见他们。是。萧瑟，你怎么想出这骗人法子？那个老公公肯定气死了吧？别胡说，我萧瑟可从不骗人。确实啊，这约定也是那锦威公公单方面立下的。